收赃到了。启禀相国，官奴一尊原遭孙膑之将，愧不能军派走长亭。好，自问听令。哎呀，命你带领3000人马进京贼归，务必达确信生遵命。自见听令。在。命你与杨秀策集粮草，军见天用。遵命。少丞相，此举莫非公党结绳之意？到七边喝点水，喂点草粮。是。公子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妙啊，妙！
第六步，兵荒马乱，应人接纳，一个孤身女子也有不枉啊！把我的马送去这位大姐。是哪里？哎，不用管我。转关如修山江我红，空院门十四把你空，愿绕两家愿是谁？偏与他就真落谁难从，难得他饮千千与文公，应知下官君之风，应知下官君之风。是恩是怨难分家。公子，马已备好，请来扫马吧。众人相聚，无以为报。六次牛背，你虽身马之心。君上真是。
我从上葬礼捐去了。天哪！堂上后生，那是我家老夫人，为我翻见双生。拜见眷属，翻见师伯，一代发落。家中尚有后生啊？寡媳正是。何不前来见我？有请少夫人。孩儿，快去见过将军。
将军。岂不问良情什么儿？
是我身家性命，愿心海心，为公子这举在此境这夫人千金一诺，公子上父一言。休得如此！我与袁大将军原是死你故交，并不相争，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啊！为此，他在地里来领前一计。夫人，请息，请息呀！有人在，请上夫人。是。有请少夫人。快去见公神仙师，拜见神仙。此为是王府元夕之挂妻，真是，莫非就是名闻天下的杰出佳丽，中山正业此女吗？真是挂心。快带起头来呀！一送佳丽慕名卷，杜芳华更第二位生一层，自古英勇爱美人，红颜无法换他头。父亲，是我在速传我令，怕父不能进为主，即来私事论夫。没有我的将领，无论何生不能顺势而来，为令者战。遵命。神仙，袁夫人，府中一切供应，皆由老夫送来，请不必担忧。谢神仙，告辞了。宋神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他也下过，怎怪不低头？启禀老夫人，曹仁下派人送来2米仙粉，快快有请。是。老夫人奉了丞相之命，送来2米仙菜，请老夫人接受。也劳将军了。坐。看你心神不宁，像是有什么心事。有事能难得到你？还不是为了袁府的那位美臣？真是，真有奈，禀明丞相，把他取来就是。哎呀，你哪里知道，我父亲是有拿他为妻之意哦。左，那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设宠于丞相。
天君已得，家里难求，不得此女，我是梦寐难安啊！又不去找一颗城，谁？崔爷，崔爷，那崔爷乃是户部豪门，是请记住初庭，丞相真要来他修成民心，他的话嘛，丞相是一听为听的。常公子缺家来访，不知有无见见？冒昧上访，有此相请，请讲。崔大人，一众民族为千里，袁夫人也曾当面把婚离，这是我老夫面前口难弃，要万彩共把红丝巾。你是这袁绍的寡媳，正是，万望崔公成全。我怪丞相是有那正是为妻之意，只怕啊，崔公德高望重，你的话父亲是一定会听的哦。我这里多多拜托你。好吧，既然公子相托，老夫应请礼而为。多谢崔公。应记赠明元朝，为民元忠。天下的英勇才子，尽归于我。这苦心难得美女换人婚，那真是看成是家女的花洞。岂料想自为领相你到教务举棋不定，是错。明月照高楼，流光正还回。常有就是我悲叹有余。此情谁人知？
夫非才貌。在明日同吃的，看他的造化。诸位，今日丞相在同吃的位分，非皇上可比哟。曾先生，于是请各位美人前来，试问太守。美人并谁啊？死了袁府的那位曾夫人，谁能当此美人而死啦？看来今日先夫大有文章，定与曾夫人有关呐。相是互相，要试试他的风采。只见我了丞相此举，已在为曾夫人审案。审案？对，丞相是袁绍夫归来，待曾夫人亲眼相看，与他的终身尤为关注。看来先夫便是贤婿。贤婿？这头人押进，就以同吃的为题，请师兄即行吟诗作赋，我心甚是。我还要写一位杰出佳丽，送送挑选最佳之作，土生的上，这些胆子一出雅兴。这是哟，开始问台认为，来，请曾夫人。来，请曾夫人。见丞相，曾夫人今与师父夜雨引领，为此老夫得请你在众多师傅中献以佳作，节节担责，让大家一报二父。遵命。今日师父非同一般，可要慎重在日哦。
人心境。你的好一个亲历际遇也。他见用的一细平民，一语中的见精神，为言多句有时间。夫人，此片是我啊。此夫苍劲永问，是曾元宋之谁呀？此夫人的眼力不错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先夫人儿的能言，高龄之间心不爱。他那里父兄弟问上去，先道为什么为多帮我曹子见？妾身选就一篇当时难得的玄妙文章，愿在席间弹奏。好，是哪一篇？用妾身弹奏便知。好，请。邓大夫是自荐的。见太傅之光开喜，官生得之属意。他那里
臣自列表。沈夫人，你献中了自己的邓大夫，真不愧是为也是真君呐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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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老夫请你一拜。多谢父相。怎么叫我无相啊？想当年，妾父与丞相交易甚厚，堪称某年。乃妾父早逝，丞相便是妾子亲母一般，故不算冒昧，还与父相相称啊。这个妙！丞相娶了才貌绝伦的曾夫人为女，堪称东阙台上一段佳话。丞相，今日丞相同阙台圣女，母倒想起一位古人来了。什么古人啊？臣闻吴王伐纣，以得计此周国，至今传为美谈。想必丞相欲要发古人。蔡公不来顾忌，请问此事在于何处啊？书上并无记载，莫则是已经变故，想来丞相为怎样做法？这个。他家过风景花园影，分明觉我那妾心，真是他深深把我互相称，言外之音也是明。位高玄松看丞相，只见才高志不群，我有心许婚此女开高门，得在背好大事，好这一。曾自己以为只管求家里，而为此女来比亲，一句伤得是苦心。我陈爷落过3年，做丞相。曾是西传曾他年，岂可卷一红尘？怕，莫因小事生他权，不是将他另配婚。丞相，同阙台喜气盈盈。下官不算冒昧，有意周过月老，向丞相讨杯喜酒喝喝。不知蔡公以后为何人为美啊？此人是为公子提亲呐。请讲。下官有一生，28年华，
生得才貌双全，哦，才与子建匹配，堪称江儿天成。是崔公的侄女。不知丞相意下是否？崔公乃武豪门，颇有势力。要是与他结了姻亲，日子结成了大业，他定算尽心扶贫。倒是一举两得。丞相，崔公之言正合我意，这是指望野生的结识家里郑夫人。郑夫人。是自今父啊，蒙蔡公雅爱，要为你娶亲，多谢蔡公。蔡公将侄女送寿，许你为妻。自问，看老夫这是你那正是为妻。多谢父王。是夫人在探查。是的，我替他送上去。见太傅之光开心，关生的之所有此之间的登太傅。
岳呗。是李姐，你可好啊？好，李妮也好。你何苦在潭州镇等太傅？文采飞扬，大气磅礴，是天地为之动容，草木为之欢喜。我真喜欢他呀！
你是兄长的神力，须知众口所见，人言可畏呀！人言虽可畏，此情又可贵。今朝的谈醉此情，令我怎能随之相违？曹策的知音啊！春已去呀。
奸名倒悬，众人在见。往事逝去不可再重，今莫再苦思念。只见书上来是珍重，不为我小母长子不忘念。哎呀，莫为我小母了长子不忘念。六次牛背做事，把他忘了吧。就是老房子，此情总意。姐姐，你应该叫我嫂嫂。谁要是想好，快随他。何日相告？关于围攻曹省，襄阳万声告诫，魏王要启用你随时论证，取其相反之位。你建功立业的时辰到了，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。天将大圣于斯人也，必须牢记经过，苦其心志。这些生事，魏王尚未立他子之事，举棋不定，此番出征，非同一般啊！父王果真有此意，杨修了事之身，岂有差错？自己机不可失啊！魏王在等啥呢？快去吧！走。子君，昔日关羽兵出荆州，围攻曹城，襄阳万人告诫，不知子兄有良策，可加相闻自救。四公兵来将挡，遂来屠也。关羽启程太甚，已派送兵前往救援。父王，杀得父王一道将领，还儿愿随军乱阵，取其相反之位。还得率军乱阵，必胜无疑。副官将苏言切实，叶柳英勇传传，定能及相反之会呀。父子兄此言差也。那关羽从兵在我，速征荆州，谁不可当？单凭一时之勇，只怕未能克敌自身吧。你也太小看我恨敌了吧！
自己为何人言不语啊？以孩儿之见，低你之言，非为无理。关于自用上前，非是得言之辈，不能立地，怎能知取？好，说得好，自己之言甚而无疑。我今替你为暖武关总郎将，应破路将军应酬，可是会师论证。张明，哎呀呀呀！小弟在是故人，离愚兄十分钦佩，可喜可贺啊！兄长过奖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还有话要自己说。分明有你自荐为太子之意，实是真不受公之怕。我不能严正正让太子的警官落到自己头上，师兄有何良策？想当年，为吾是你这回人民，已经长堂天下，结果立业。而今你身负重任，无需恪尽职守，历经饮酒糊涂，说谎不能自己情也。子建呐，你且慢，切莫辜负为吾的良苦用心啊！儿记继父王教诲。可人准备妥当，花头米饭也一包。鸳鸯无力藏机关，鸳鸯相助，琼浆美景；鸳鸯相诱，沉稳悠悠。须知周杰王是今日的太子金官，来出的朝是天下。这为其生命吗？放心，只是让他休在无事，美美的垂长半天。我担心的倒是玉儿不肯唱歌啊！不会，我与夫臣相邀，他听为来的。妙。
见杨修如此匆忙，意有何法？今日会试论证，兄嫂为我接应。此见是我谁？夜雨贪歌盼渔夫，唐僧自心不苦兄嫂爱故情难洽，鸿门子夜不苦夫，张有自诩皆可比。宋人才觉方似图，谁见应非莫顾量。杨修放心，我一力之事里点酒不做了。点酒不做，你要见挂的是什么？酒不落。杨修，你才有雅兴，不妨喝上几口，机会无穷啊！好，倒要赏他一场。原来是谁呀？不如是亲在解酒明心子。请。小弟亲临测证，所愿得上长子可岁，真叫人高兴啊！是啊，为此愚兄得失别应，一则小弟永应重生，二来嘛，须手中之情哦。多谢兄长，小弟。襄阳配为风烟愁，安城高洁与谁平？难得你父王张先生他称，军中慷慨。
结拜衣，须今朝，中间求名莫摧毁，假使爱为己谁？无路是谁明心知？是小的亲些的决，写成情。不，今日作为小的建议，哪有一岁太久？是理啊，兄长。青卷的酒，一卷卷，心的卷水，分外情，今生且在。一杯酒，自然特别莫强饮。好啊，小弟立志是礼，凌晨请来，我们就一岁太久，共饮一杯，是否啊？多谢兄长，去他本来。一岁的酒，看着人间交往。来，俺与兄先敬小弟一杯啊！滚！说少临时到你日厅来，我要向他面日祭你身。啊，夫人，你也该敬小弟一杯哦。是啊，为啥敬你一杯？哎呀，福禄虽尽，敬不成了。福禄虽尽，哦，这腹中有酒。刚才我们一岁太久，此刻不妨以酒太岁。来，待与兄敬你一杯啊！方才小弟一所言过，这酒怎么？难道你也与兄这酒？哦，不，兄长哦，这次也啊。那么就应了你少这一杯酒，总负不了你的塔子哦。夫人，小弟，就饮了这一杯吧。哦，嫂嫂，小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理。今日你挥师乱政，乃是天大的喜事。你稍稍为你介意，你却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这避免太不近诚心了吧？小弟。心无情，愿你
为王，临时到府，官将府中府言丧必归来。塞中拜访，我有心事敷衍，速传我令，命令自己来接我。启禀武官相，衙内有事请将军随。好，我即刻就到。是，小弟也该告辞了。不，义兄去就来，去就来哟。啊，兄长，啊，夫人，你也该好生地款待小弟哟。啊，兄长，兄长，师傅将之问，紧急军报，送就回我。襄阳有来军报。说明领事前来拟旨，我要免责记一声。嫂嫂，小弟此番出征，怎能得胜而归？再与嫂嫂相聚。世上不说，我情愿终死沙场，扬名万乡，望望嫂嫂顺势保重。测试之者，须测者不及之矣。风云真乾坤，待听得旗开的声音，展开旋为啥千里才渡门？多谢嫂嫂。临别在即，让小弟敬你一杯啊！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哎，区3两杯。哪里边醉了啊？谁人这里乾坤堂？根桃不住，只有咱。我自己肩背上。随张张飞，且就小弟，须知相伴君心体，一无了军旗到领啊！我不了，我不了。
定自己欲必有我为王正遵照自己呢。对。子敬，这难道是我认为这有才能的儿子吗？这难道是我认为可以继承大业的儿子吗？难道是文郎吗？混用了为王向外告诫，人道永生之境，年龄之后年轻，请任他代在立功吧。有法是善，岂能容得？为王立之后必人为王教诲，立志解救势力，是从亲人受命，更是情于君父。既算他解救势力，我一生上还挂着救俘虏，自己也曾一步，俘虏是亲人解救命心子，不想他喝了几口水，今晚也罪自此，岂不幸福哟？怎么俘虏里长的是水？不错，是水去来我看人。杨旭，你来问问，这俘虏里到底是水是酒？为王，自己虽然敷衍之子，杨秀空无禁忌，也曾再三劝阻。他言道：兄嫂相要，人情难洽，以水代酒，言罢即为。这侮辱之罪，杨秀还轻亏杀父。不想在生之间，亲人生了美酒，使他蹊跷就为王下堂。什么？真有此事？句句是言，为王苦请郑夫人写来一封一名真相。这个。自称蹊跷。
望其人你，了日之晚色已尽。小弟聪明论证，儿曾与手足之人誓言为他鉴定，以壮营生。不想他酒肉舌苔，以致厌恶军情，任军法才不用杀。此事虽非孩儿之过，却有孩儿隐情，使孩儿心痛万分。为此，儿愿替自己不再处罚，请父王赦免了小弟。试问他故作姿态假惺惺，怎么得什么源流的老情？看起来自己所有还是才冷却了万事自问善良分。始终烈喜权衡。万须自问单从人。魏王，把杨旭压下去。是。宋经理，你要好生照看自己嘛。是，爱儿遵命。好酒啊，好酒！小弟，你快水来了。父王，好酒曙光，难应大人。这去武官将应日可这些亡灵之求告，不得为父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！为什么？是我的原谅你。弟兄，千里相送总有一比，就此留步吧。唉，不期小将变身不成，多少旧日好友都在为你命运不平了。少说不才，过为了好友们对我的殷切启发。杨秀早就牵连，该是我悔而不及啊！只有机会，我对你关冒不为，一定要在魏王面前为你造些这不败之冤。哦不，杨秀言错之际，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了。自己。兄长来了，啊，丁义兄也在此啊，他来送别自己。小弟，此
出得传，我也是爱慕能说啊。为见小弟封地善良，得请官军以自尽作判。这能为领子养老，官军甚为荣幸。啊，兄长，哎呀呀，小弟不必多虑，此事我已禀明父王，你放心就是了。此次小弟告辞了，遵从。
相思几心。难归。
二爷，你回来了。今日情况是我为王真公可爱了。二爷，为王已在半月前驾崩了。你说什么？为王已在半月前驾崩了。哦哇！家本破有自觉。兄长为我他人前来报杀，如果将少佩遗失了为王教位，他还做了你的亲密好友，在定日兄弟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是我这世事得罪？为什么两人被屡遭不惜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苍天，你对我操成，为何如此无情？好事杜背负，海水扬起步，历经不得长久须度。大兴生落，可有谁来修着这残破的经纶？灵子，当今皇上应天垂垂，举国称呼，可你却放生背骨，这是为何？为王驾崩，难道不该悲哭？老实告诉你，为王驾崩，你兄长不但继承了为王爵位，而且灭婚死力，做了他为皇帝，难道你不该尽情造贺？此而有法。我奉宣召，岂能错这进度？灵子，你难道奉了夫君为之妻吗？这皇上早死在此，杀灵子于户所进京，不得为伍。陛下，禀陛下，林子玉进京都来了。神医，按照你的旨意，我把他安置在驿馆里了，就是依邻于赵张之谷的地方。好生宽待，不得太慢。是。陛下，这次林子玉平日写的范诗，
我把他抄在此，请陛下估摸。你去手上是。近来重阳佳节，正要与林子后叙叙手足之情，所选林子后前来见我。是。夫人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林子恩进京来了。他怎么会来的？听说是皇上找他来的。他现在住在哪里？被安置在延陵四姑的药馆里。延陵四姑的药馆。听说万岁还要请林子恩登东吃的上轿实诏。也太过分了！事情实在做美，方母会送我良策，久久之间吧。好吧，我见你准备几十股品，你速速送去，查款同时谨记营事。令自由朝臣参见陛下。哈哈呀呀呀呀！自己弟兄何必因此他了？多谢陛下。听，哎呀呀，来呀，听。你一去领子疏忽所在，这沧海桑田，世事都变，恐非你死了所惧怕。陛下以今天为例，请用滥用之罪，非婚之礼，升等救父，神父是死合不明，是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子敬，想当年你在东阙台吟诗作赋，慷慨言之，女经四首，生得父王也是之仇。甚至父王所言，你的文章岂不请君为朕分担快受，而是相差争夺天下？而今朕因天授善，君临天下，不知自己后意将我。陛下，臣在身居东藩，10家万众，其内无所避免，群臣难安，虚伪从罗，其臣所愿啊！这虚伪从罗吗？你的访问可是不下我，吃下去，吃下去。沙达陛下一道诏书，永生要贼斗之用，连毛发之功，臣在身份所及，投缘无咎，才恕不辞啊！庄在，只见庄子一求，则看家训哦。果然他身在林子之里面。
举兵索应城，要令我把为王家为娘子见。到如今啊，朝中的职责又在耳，一句句监狱之间有牵连。真气可养活1万4兆后，不是之间我心难安。自己可还记得当年弟兄一边一起一边设造的情景哦？记得每次夜祭，陛下总要酿成祭祀。可是你的记忆啊，是越来越近，真却漏转漏播，这观众他早都被你引去了哦。这是陛下有意酿与小弟去的。是啊，真是知道你最喜欢吃大枣的哦。近来重阳佳节，你个弟兄登临同雀台，一边赏菊，一边设灶，堪称人生一大快事哦！来，吃吧，多吃一点，你吃了真就高兴哦。是同根啊，一母生。
好，那就切早，自己切早。小弟，自己正方才社过，近来重阳佳节，你我弟兄不拘君臣之义，但须手足之情，你又何必是此惶恐不呢？来，切早。小弟，内万不拘君臣义，常有子虚真可非。稍早也得其事。一妹大早敬兄长，菊花谢文表心意。不，迟早转为小弟身。你往生自己好无力，兄友的深眼里，弟亲兄长更想你。陛下，切早，自见切早。小弟，卷此心不负事，且得陛下领心意。夫人，正方才说过，迟早转为小弟儿孙，你万不放下。难道赵忠有毒？有毒？自己谁叫我们生长在这帝王之家？须知这世上既有少配，本不该再有曹操。陛下，还不退下！陛下，此间一杯毒枣，是娘你在美好的回忆中死去，这就是真的一片苦心。在美好的回忆中死去。眼恰是惊雷轰，今生就是的梦。再不见蓬头娘早亲兄长，倒有个口名福建元兄。
正在。你把令之后在封地的反叛引进再说一遍，让他知道朕是不为皇上服过的。朕知。令之有你判一天子由来已久，早晨为王，立陛下为他子之初，你就心怀不满，写下了不幸苦诗句，敲诈人出人的诗句，诽谤陛下。你眼看有人君应天诛命，君临城下，朝野臣民无不押手称颂，唯有你令私有今次发发痛苦。你血口喷陈，你歪歪写了许多，又说陛下深得孙同臣民谋反的诗句，我一时也说不清道不明。喏，我就把他抄落在此，请陛下过目。只见此事可是你所做？是谁所做？好，我来问你，其意何在？言之而已。言之，夜殿王却英所言何之？报国之子，后官而坐。官臣今之论论，被事情之不平。朕应天命同三户，你后来观看百耳东。虽有康民所动有不臣服，真正不归农黎民虽有切苦，则不令人观看度。你写了，利剑不败仗，今有何须动？这利剑之有指什么？谁望陛下死利剑，官要为国抛头颅，恐他具有负帮助，安得自己所非负？分明言在意外，平素之。臣光明磊落，早此此用，你瞧这是臣担心此何？陛下，令至于他在封地经常恶说为人，实曾是陛下外扬之权，当狗就是为了羞耻。他当男子师长我明心，对君早外不真心，传令之后满他发头，我们不归乱乾坤，为是天子谁当之对朕不念色周岁。来臣，将他斩首。起此。你相公。莫金风自起，东恰的为王国随着相残，令人心碎。陛下，孟恩，你不该
该是此手足相残呀！你忘了你父亲临终之时，要你好生困顾自尽的遗言吗？莫问，可是朕也记得父王生前长生，因可我留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恨我。你也不能别地太深。莫问，朕乃一国之君，须知天威难安啊！只见挥着天子百年万上，实为不忠；摆着家本不来本上，实为不孝。他还不顾承认，为乱公位，实为不义。是这样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大逆不道，图谋不轨之人，万事不足以正纲矩，朕过法。好，既然是此，谁让我与自己死在一起吧？好吧，是个明君，皆以丞相是天性，宽在某位面上，我就接他一个免死的机会。接父亲生前长生的才是命情，乃当今分担亏损。今天真倒要试一试你究竟有多少文才，有的伺候。为切不之术，你怎能在切不之内趁势一死？朕也得一死，是杀不得，朕要将你引他放安之府。请陛下策定。兄弟为体，凡始终不得带有兄弟之举。一步。
来自师长本一晚上，18位雍曲王带领客使到封地水果，无所不得是进，压城都门。是。奉夫人之命来找二爷。夫人她可好？夫人她……哦，这是夫人叫我送给你的牛背。牛背？夫人她怎么样啊？夫人她……你有欲落水求情，尽管乱我他们。此份教子求友，无愧天理良心。难道不知道，真要在洛阳新宫迎出了皇儿他爹吗？臣妾死然得报，不足以母以天下。是的，也是。
你不是要替自己太死吗？这是为了不让陛下承担独一技能的恶名。好一副中国义道，这今日就升天了你。来人，动造是后是。真是舍得，才不用杀。杀令在三更之前，否则死才。此生谁负心不虚，三生冤家只因谁？夫人，夫人。夫人是为儿言而死，死得其所，为我怎等营帐？夫人。
哟北斑斑凝血泪，不问是人心愿千古恨，真情偏中我一生在落地，一生何才？三百七岁无言，九出长尾。忆当初，我若相遇才有悲。愿草木从相逢，惜曾往为。谁知旁长相聚，情深
前途再加害你，我早死残。前来张继呀，只见原是千把位，真正你还留着为团同的，为团同家的。落水啊，落水！你何不把黄桃心？你再不把他郎配，奴这里向了水，饮酒一杯，牛。